第二，食足夠嘅纖維，而且先食菜，最後先食澱粉質。纖維可以增加食物嘅體積，令個胃更容易感覺有嘢。例如蔬菜、低糖嘅水果、豆類同埋全穀物都係纖維嘅來源。可以喺蛋白質之後先食菜，最後先食飯、麵、麵包、薯仔或者其他澱粉質。菜入邊嘅纖維可以增加食物嘅體積，亦可以減慢澱粉質嘅消化同吸收，令餐後血糖同胰島素嘅反應平穩啲，咁樣就冇咁容易食完一餐又攰又口痕，或者突然之間又想食甜嘢啦。簡單嘅食嘢次序係蛋白質先，菜跟住，澱粉質最後。尤其係進食水溶性纖維，吸水之後會形成啫喱狀，幫助增加胃入邊嘅體積，同時減慢胃排空同消化嘅速度，令飽肚感維持得更耐。除咗日常食物攝取，亦有好多人會喺餐前會進食一啲纖維類，例如洋車前子殼、葡甘露聚糖或者 β 葡聚糖等水溶性纖維，令人食正餐嗰陣更容易覺得有飽肚感。不過呢啲纖維一定要配合足夠嘅水，唔可以乾吞。如果本身有排便困難嘅問題，更應該注意飲水量啊！餐後1個半小時，盡量飲多1杯水，避免因大便太乾而好難排出。纖維亦會被腸道菌利用，產生短鏈脂肪酸。呢啲短鏈脂肪酸同 GLP-1、PYY 等物質同食慾訊息有關，可以由腸道向大腦傳出更穩定嘅飽肚訊息。所以纖維唔單止係有助排便，亦係控制食慾、穩定餐後血糖同維持腸道環境健康嘅重要一環。